系统流不仅在男频小说中很受欢迎，女频的系统小说也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佳作。细说小编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10大经典女主系统文，包括女配不掺和、快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，女帝直播攻略不下来的男人，我绑定了生活系统，小秘书系统所有重生者都被我救过等。你看过几部呢？10大女主系统小说，一女配不掺和、快穿。女主快穿系统文，女配不掺和、快穿非常有名。主人公林旦绑定了一个辅助系统，每个小世界中女主都是作为剧情中早被炮灰的女配出现，但女主会用不同方式磨练自己，每一个世界都会把某一个技能点到最高，然后成为大魔王。女主全程只专注于事业，有苏有爽有逆袭，每个世界中的职业都写得很细致，以至于每个故事都是主角美到极致，职业技能高超做到行业顶峰，苏的已经无法直视整体文笔华丽。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。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，是女主类系统小说排行中必有的人气作品。女主参加游戏内测被选中进入克苏鲁风赛博世界，带着系统7天为一个节点来回穿越，主角属于杀伐决断、混乱中立型，整体上男频的故事。晋江的文笔不同于女频风格的冷硬笔锋，行文干净利落，打斗场面优秀，同时又带着女频的细腻，构建了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暗黑风赛博世界，情节紧凑，环环相扣。3女帝直播攻略，女主快穿系统文推荐中少不了女帝直播攻略这部名作，主任弄推理能力超强，武力值爆表，本来是未来世界的上将，死后和宫斗系统融合，穿到古代搞事，顺便直播。系统是个悲剧，找个宿主想直播宫斗的，硬生生被无限牛叉的女主给改成霸绝天下模式。开头略平淡，挺过开头后渐入佳境，人物刻画有血有肉，越来越精彩，亮点泪点笑点都有，里面的配角刻画的也很精彩，每个人都线，作者都有交代。攻略不下来的男人，攻略不下来的男人也是女主绑定系统的小说中必看的佳作。这本小说初看前2个世界，可能会觉得和普通快穿文的套路没有太大区别，不过这是故事设定所在，后期渐入佳境，每个世界的故事设定都引人入胜，而且互相牵连，每个世界都会打开你新世界的大门。等回过头再去重温时，会发现作者埋了许多包袱，早已将细节贯穿全文，环环相扣。我绑定了生活系统，女主系统文，我绑定了生活系统，是细说小编非常喜欢的一部。女主本来是个普通肥宅，家里人很着急，到处给女主介绍相亲对象。之后女主熬夜玩手机时绑定了生活系统，女主在系统的鞭策下，在一个个任务中变得越来越优秀，从一个普通女孩子成长为各方面都很成功的让人尊重信任的女性。和同类型的系统文相比，现实代入感很强。小秘书系统，系统要求女主做任务的小说中，小秘书系统是部细腻慢热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主人公居里得到一个小秘书系统，靠着系统的指引与帮助，在职场步步高升的故事。这篇文虽然有系统这个金手指，但是关于职场有很多干货，女主做人做事的方法也是她迈向成功不可或缺的。文中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也都是比较让人觉得感动和温暖。小说整体行文酣畅淋漓，情节的推进合理，文字功底不错，代入感极强，不烂尾。所有重生者都被我救过，所有重生者都被我救过，是部女主穿书带系统的小说。女主是小说世界里一个觉醒自我意识的炮灰 NPC， 本想远离主角不参与剧情，却还是陷入了轮回怪圈，无法逃离。每一世或多或少都因为原女主而惨死。本文行文流畅，节奏明快，情节紧凑，条理清晰，孽渣与打脸齐飞，感情线和剧情线相辅相成，萌点多多，值得一读。从此男主改拿绿茶剧本，女主系统文。从此男主改拿绿茶剧本中，女主前世是个富婆，死后被炮灰，奋斗系统选中，要求女主攻略男主，任务是挤走女主自己上位，收割一众原本该倾心于女主的男人。可裴良每次进入任务世界就一心一意搞事业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改变了每个世界的运行轨迹，将腐朽推翻，将乱象拨正，系统警告也没用。这些小世界写的也都蛮饱满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剧情流快穿文。我让反派痛哭流涕，我让反派痛哭流涕是部女主系统爽文。家破人亡的将门孤女，被交换身份遭遇厄运的豪门千金，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的首富小姐，遭遇渣男人生坎坷的太子妃。虽然女主穿成各种原本很悲惨苦逼的人设身上，但却通过自己的努力，
将原本扭曲的世界线一一归正，开启将敌人虐哭泣的苏爽人生，爽点十足，文笔流畅，人物塑造栩栩如生，推荐阅读。同时攻略3个神明，大女主系统文同时攻略3个神明，相当于是乙女游戏，对象分别是黑暗神、光明神和海神。对于黑暗神，女主就化身成为小天使；对于光明神，女主就使劲放荡勾引，要把光明神从神座上拉下来；而对于海神，就是爱答不理的。女主是真时间管理大师，因为要换取心动值生存，不然心动值没有就会爆炸死掉。文中还会涉及到关于时空穿梭、有智慧神、爱神等，整个系统的穿越形成一个闭环。